好，thank you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係我的神。今集帶大家去元朗咧食呢個石崗咖喱屋，老細係前駐港英軍，間嘢係1996年開嘅，至今已經有30年歷史。幾乎住喺元朗嘅人都冇人唔識石崗咖喱屋，主要係賣符合香港人味道嘅印度菜，最主要咧都係咖喱薄餅。佢個位置咧正正就喺元朗廣場對面，喺朗屏站行過去咧大約係10分鐘左右。咁響入去食之前咧，麻煩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，非常感謝。其實我幾中意食印度香烤雞，用好多香料醃過啦。我淨係知有一種成分叫馬沙拉，其他不外乎都係番茄啊、洋蔥啊，可能仲有啲辣椒粉咁。調味唔錯，而且保留到肉汁，係我最中意嘅印度菜之一啊！呢個飯呢，食落就有啲玫瑰嘅香味，又有少少蜂蜜嘅甜，同埋本身米飯比較乾身，食落口呢，口感係粒粒分明，所以呢個飯我都幾推薦。印度芝士呢，同我哋食開嗰啲芝士係唔同，將啲菜呢打咗做蓉之後，再染薄餅呢，應該係最好嘅配搭。另外我哋叫咗個原汁咖喱雞，食到有好重嘅椰奶味同埋薑黃味，個醬汁調得唔錯。但如果對比嚟講呢，我自己中意食串燒香烤雞多啲。另外個幾中意飲個鹹味乳酪，另外夾雜咗清新嘅薄荷味。相比之下呢，另一杯芒果乳酪，我覺得味道太甜，直情甜到唔係好自然。最後我哋兩個人呢，食咗386蚊，人均190左右。晚飯嚟講呢，我覺得係合理。總括而言呢，我係覺得唔錯，而且我會再嚟嘅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